2025年10月，香港嘅娛樂圈同商界同時被一則重磅消息炸到翻天。50歲嘅前 TVB 花旦，而家係商界女強人嘅張玉珊，喺宣布同富商男友盧啟賢結婚之後，竟然被捲入一場涉及跨國詐騙、境外賭博同洗錢嘅驚天大騙局，3億身家瞬間化為烏有。呢場本來被睇成豪門佳話嘅婚姻，而家竟然變成全港熱議嘅狗血大戲。2025年10月初頭，張玉珊喺接受香港媒體採訪嗰陣，甜蜜咁宣布同企業家男友盧啟賢嘅婚訊。佢透露，兩個人已經拍拖2年多，三觀好合，而且都係商界中人，睇嘢嘅角度同人相處嘅態度都好合拍。盧啟賢從事高端財富管理工作，之前有過一段婚姻，仲生咗個女。張玉珊話自己好中意細路仔，同繼女相處得好融洽，對未來一家3口嘅家庭生活充滿期待。消息一出，全港都沸騰咗。井號張玉珊結婚井號呢個話題迅速衝上熱搜，評論區一片祝福聲。畢竟張玉珊曾經係 TVB 嘅當家花旦，憑新上海灘、妙手仁心等劇集贏得無數觀眾嘅喜愛。退圈從商之後，佢更加成為身家過億嘅女企業家。2023年仲排喺中國品牌女性500強榜單第158位。而家佢嫁入豪門，無疑又為佢嘅故事增添咗戲劇性。然而祝福聲仲未散，質疑聲就跟住嚟。早喺2023年，張玉珊同盧啟賢嘅戀情第一次曝光嗰陣，就有媒體爆料話盧啟賢嘅億萬富豪身份有水分。有港媒挖出盧啟賢嘅公司頻繁改名，連正經嘅辦公地址都成謎。仲有網友指出，佢公司註冊資金只有5萬蚊港幣，同億萬富豪嘅身份差好遠。面對外界嘅質疑，張玉珊選擇力撐男友，堅稱係公關處理唔得當所致。佢喺採訪中話：我哋係因為感情喺埋一齊，唔係因為錢。然而呢番話並冇平息輿論，反而令更多人懷疑佢盲目到唔得，甚至有俾人呃嘅風險。就喺全港仲喺討論張玉珊嘅豪門婚姻嗰陣，一則更加勁爆嘅消息突然傳出：盧啟賢並非咩億萬富豪，而係跨國詐騙集團嘅首腦。更加令人震驚嘅係，佢仲牽涉入境外賭博集團同洗錢案中案。據內部人士透露，張玉珊喺同盧啟賢結婚之後唔久，就發現自己3億身家被悄悄轉移。起初佢以為係公司財務出問題，但隨着調查深入，先發現自己陷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騙局。喺公眾眼中，盧啟賢一直係個金融才俊，佢從事高端財富管理工作，同東南亞富豪圈關係好密切。佢仲曾經同甄子丹、鄭秀文等明星交好，被視為黃金人脈嘅代表。然而呢啲都只係表面現象。據知情人士透露，盧啟賢嘅真實身份係跨國詐騙集團嘅首腦。佢利用自己嘅金融才俊形象，吸引咗唔少富婆同女明星投資，而張玉珊只係佢眾多獵物當中嘅一個。盧啟賢嘅詐騙手法極其高明，佢以高端財富管理為幌子，吸引投資者將資金交俾佢管理。起初佢會俾投資者啖甜頭，令佢哋嘗到賺錢嘅滋味。然而隨着時間推移，佢會以各種理由要求投資者追加投資，最終將佢哋嘅資金全部捲走。據內部人士透露，盧啟賢嘅詐騙集團涉及金額高達數十億蚊港幣。佢唔單止喺澳門、香港等地設有詐騙窩點，仲同境外賭博集團勾結，通過洗錢將非法所得合法化。張玉珊嘅3億身家，正係喺呢種背景之下被掏空嘅。據知情人士透露，盧啟賢喺同張玉珊交往期間，以投資新項目為由，要求佢將資金交俾佢管理。起初張玉珊仲有啲猶豫，但盧啟賢嘅花言巧語同甜蜜攻勢，最終令佢放鬆咗警惕。佢成日發信息俾我，關心我嘅生活，仲帶我參加各種高端聚會。張玉珊喺事後回憶嗰陣話：
我當時以為自己揾到真愛，冇諗到掉入咗一個陷阱。隨着資金不斷投入，張玉山發現自己賬戶入面嘅錢越來越少。起初，佢以為係市場波動導致嘅虧損，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先發現自己嘅資金被盧啟賢悄悄轉移去咗境外賬戶。盧啟賢嘅詐騙集團之所以能夠咁猖獗，離唔開境外賭博集團嘅支持。據知情人士透露，盧啟賢同澳門某大型賭博集團關係好密切，佢唔單止為賭博集團提供資金洗白服務，仲通過自己嘅詐騙集團為賭博集團輸送客戶。盧啟賢嘅詐騙集團就好似一個客戶源。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話，佢會通過各種手段吸引富婆同女明星投資，然後將佢哋介紹俾賭博集團。咁樣，佢既可以喺詐騙中獲利，又可以喺賭博集團嗰度攞到佣金。為咗將非法所得合法化，盧啟賢嘅詐騙集團採用咗多種洗錢手法，其中最為隱蔽嘅兩種手法係虛擬貨幣交易同大額黃金交易。據司法機關透露，盧啟賢嘅詐騙集團通過 OKEX 等網絡交易平台，將非法所得用嚟購買虛擬貨幣，然後再以虛擬貨幣嘅形式實現資金快速轉移，以此逃避公安機關嘅追查。呢種手法好隱蔽。一位司法機關嘅工作人員話，因為虛擬貨幣嘅交易係匿名嘅，所以好難追蹤資金嘅去向。除咗虛擬貨幣交易之外，盧啟賢嘅詐騙集團仲採用大額黃金交易進行洗錢。據知情人士透露，盧啟賢會指使手下人員喺金店大額刷卡購買金條、首飾等黃金製品，然後將所購黃金製品運送出境或者出售變現，通過匿名交易迅速實現資金轉移、轉換。以黃金為代表嘅貴金屬，因為具有高價值、便攜性、易變現、唔記名等特徵，成為咗洗錢嘅首選工具。一位反洗錢專家話，反洗錢法明確規定，從事規定金額以上貴金屬、寶石現貨交易嘅交易商屬於特定非金融機構，必須履行客戶身份識別、大額交易報告、可疑交易上報等義務。然而喺實際操作中，好多金店並冇嚴格履行呢啲義務。喺呢場精心設計嘅局中局當中，張玉山既係幸運嘅，又係唔幸嘅。幸運嘅係佢喺發現資金被轉移之後，及時採取咗措施，向公安機關報案。據知情人士透露，張玉山喺報案之後，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嘅調查，提供咗大量有價值嘅線索。呢啲線索為公安機關破獲呢單案提供咗重要幫助。唔幸嘅係，佢嘅3億身家已經大部分被盧啟賢轉移去咗境外賬戶。雖然公安機關已經凍結咗部分賬戶，但要想追回全部損失，難度依然好大。我而家只想追回我嘅錢。張玉山喺事後話，我辛苦打拼咗咁多年，唔可以咁便宜咗啲騙子。張玉山嘅豪門婚姻騙局曝光之後，全港網友熱議不斷。有人認為張玉山係戀愛腦，被盧啟賢嘅花言巧語所迷惑，亦有人認為佢係圖錢，想通過婚姻實現財富嘅進一步積累。然而，隨着騙局嘅曝光，呢啲觀點都遭到咗質疑。自己就係豪門仲圖錢？張玉山分明係戀愛腦。一位網友喺社交媒體上評論道：佢咁有錢，點可能為咗錢而嫁給一個騙子？我睇佢就係俾人落咗蠱。另一位網友調侃道：唔係，點可能咁傻，將自己嘅錢全部交俾一個剛認識唔多耐嘅男人？張玉山嘅豪門婚姻騙局，亦引發咗專家對現代女性婚姻觀同獨立意識嘅反思。有專家認為，現代女性喺追求婚姻幸福嘅同時，亦應該保持獨立意識，唔好過分依賴伴侶。張玉山嘅案例話俾我哋知，即使再成功嘅女性，喺婚姻面前都可能失去理智。一位婚姻專家話，因此女性喺選擇伴侶嗰陣，一定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唔好俾表面嘅光鮮所迷惑。同時，亦有專家認為，社會應該加強對女性嘅保護，
防止佢哋成為詐騙嘅受害者。好多詐騙集團都係針對女性嘅心理弱點進行詐騙嘅。一位反詐騙專家話，因此社會應該加強對女性嘅宣傳教育，提高佢哋嘅防範意識。張玉山嘅豪門婚姻騙局仲引發咗法律界對點樣打擊跨國詐騙同洗錢嘅討論。有法律專家認為，要打擊跨國詐騙同洗錢，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犯罪。跨國詐騙同洗錢往往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一位法律專家話，因此要打擊呢類犯罪，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共同制定打擊策略，共享情報信息。同時，亦有法律專家認為，國內法律亦應該加強對跨國詐騙同洗錢嘅打擊力度。而家國內法律對跨國詐騙同洗錢嘅打擊力度仲唔夠大。一位法律專家話，因此應該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對呢類犯罪嘅懲處力度。張玉山嘅豪門婚姻騙局就好似一部狗血劇，充滿咗懸念同反轉。從甜蜜求婚到驚天騙局，從金融才俊到詐騙首腦，呢場婚姻嘅背後究竟係真相定係謊言？或許只有等公安機關徹底查清呢單案，先可以俾出最終嘅答案。然而，無論結果點樣，張玉山嘅遭遇都俾我哋敲響咗警鐘。喺追求婚姻幸福嘅同時，亦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唔好俾表面嘅光鮮所迷惑。同時，呢場騙局亦暴露出咗跨國詐騙同洗錢嘅嚴重性。要打擊呢類犯罪，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公眾嘅防範意識。咁樣先可以令更多人免受詐騙之害，令社會更加和諧穩定。而家張玉山嘅豪門婚姻已經成為咗一場全港熱議嘅狗血大戲。然而喺呢場大戲嘅背後，我哋更應該睇到嘅係真相同謊言嘅較量，係法律同犯罪嘅博弈。希望呢場大戲能夠早日落幕，令真相大白於天下。